蔡佩珊师母欢迎。兄弟姊妹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常跟咱三甲伫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常同在。咱三甲来祈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和华，阮的救伴，救赎阮的主啊！愿我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阿门。阿门。我会记细汉的时阵，伫台湾，我记得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有经过几届的地震。经历了几次的地震。知影讲台湾本身这个岛是一个火山的岛。然后知道台湾它本身是一个火山的岛。所以地震是真正常，所以地震呢是常见的。但是对一个细汉囡仔伫遐大汉拄着地震是真惊吓的。但对于一个小孩子在台湾这样的地方成长，地震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尤其是看见讲你的厝内面一切物件拢在震动，尤其是当看到家里的每一个东西都在摇动的时候，你放伫这个杯落来的物件，不管是煮还是讲有挂的话，看见这个情景的时阵是真惊吓。所以当你看到家里不管是一些书或者是挂的画开始掉下来的时候，那种心里是充满了恐惧。迄当心内面所抓到的一种应该是一种的应允。我想那时候心中所抓住的，算是一种应许，就是学咧教细汉囡仔讲，你拄着地震的时阵，你就秘伫一个桌仔底下。所以就像在学校老师教导的，就是当碰到地震的时候呢，就躲在桌子底下。是你秘伫这个门槛这个中间，或者是特别跑到有门槛的地方。敢若是讲，若是地震厝安尼规个安尼规个这个若是规间厝拢安怎讲？倒塌嘛？倒塌吼，拢倒塌的时阵，至少你袂马上的死。所以，就算整个房屋都要倒塌的话呢，至少你还有一点点保护的地方，然后你不至于死。以后较大汉的时阵，才知影讲袂马上死，但是你慢慢埋伫内面的死。但是在更长大以后呢，就知道说，如果真的是一个大地震，或许不会马上死掉，但是如果被埋在下面，还是会慢慢的死去。移民来到加拿大，移民到加拿大，伊当时阵是14岁。那时候我14岁。移民来到加拿大的中部。移民到了加拿大的东部。其实加拿大的东部是一个足安全的一个位。加拿大东部可以算是比较安全。为这个地球来看，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东部这个地是袂震动的地。所以在加拿大东部这边是比较不容易有地震的地带。但是来到加拿大，我拄到另外一种的震动。但是来到加拿大呢，我就受到另外一种摇动。就是伫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文化伫新的社会国家内面需要去适应伊这个社会。那就是遇到一个新的文化、新的环境，然后在一个新的国家要做新的适应。我想对每一个移民来加拿大拢了解这种的震动。我想每一位移民来到加拿大都可能会有同样的感觉。迄当时阵抓到一个英文，就是讲，若是我这个语言学较好。那时候就抓住这个应许，那就是如果将这个语言把它学起来，
较好好读书，认真读书，伫这个社会就无问题。在这个社会呢就不会是问题。即马我伫加拿大安尼30档，我在加拿大已经有30年，事实上对我来讲，这个摇带这个叮当继续。在比较说起来的话呢，这个摇动，这个震撼还是继续的在持续。因为这个中间一直在思考，讲到底我的身份是什么？因为在这当中还是继续的在思考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是一个台湾人，还是一个加拿大人？我是一个台湾人呢，还是一个加拿大人？连贯这个做会是我对这个基督徒伫这个世间的身份是什么？而且我身为在这个世上的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我想要跟家弟姊妹分享一个影片。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小段影片。这个影片是2012。这部电影的名字就是2012。内面嘛是描写讲一个全世界地球一个大叮当。这个影片当中呢，它也是在形容整个地球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其实伊咧描写的是世界末日。他所描写的是，我不会讲台语。世界末日。OK。这出电影其实伫旧年旧年伫这个暑假的时阵吼，是一个就 popular 就有名的一个电影。这出电影在去年暑假是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电影。电影主要咧描写讲对差不多5、6千当以前这个玛雅文化就已经有预言讲地球伫2012年的时阵地球会结束。那个电影讲到根据玛雅的传说呢，地球将在2012年的时候面临它的结束。以这个是2012年12月12号的时阵，在2012年12月12号将会是世界末日。我嘛是记得讲在中间有足侪人对这个预言真惊吓。我记得呢，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对这个预言都在心中产生了恐惧。当然这个好莱坞吼，若是抓到这个机会要赚钱，就做一个电影，互大家看讲世间末日的时阵是什么款。当然呢，好莱坞基于商业的利益呢，他们也就拍了一个这样子的片子，将这个世界末日把它传达出来。我邀请大家注意看讲，其实是伊描写讲这个家庭伊伫这个大地震的时阵，因安那来存活。他所形容的是有一个家庭，他如何在面临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他怎么样来存活？有看到讲因拄到地震的时阵，第一个反应就是密伫桌仔骹。你们发现说，当他们遇到地震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躲在桌子下面。来因了解讲密伫桌仔骹无路用，就开始走路。当他们发现说躲在桌子底下没有什么帮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逃。因走路的时阵，还佫开一个 limousine 哦，真好的车。他们在逃亡的时候呢，还有这个礼车可以坐。这出电影伊描写讲，伊继续走路，不管是一连串的走路，不管是开车还是开驶飞机，还是最后因走去一个大船内面。所以这出电影呢，它就继续描写这个家庭他们的逃亡的过程。然后他们开始的时候是用车子，然后接下来有飞机，然后最后还上了大船。我想要问兄弟姊妹吼，一个问题就是，若是一个大摇带迄日来到的时阵，真正靠你的车、你的飞机、甲大船，敢有路用？我想要问弟兄姐妹的是，如果真的那个大震动的日子到的时候呢，你是否能够靠着车子飞机或者是船来救你自己？真正一个大摇带、大叮当迄日来到的时阵，你是抓到什么的应允？当那个大震动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所抓住的应许是什么？因为
希伯来书的作者伊伫咱今仔读的经节内面，特别是26节内面，伊有写讲，有一摆，上帝伊讲我要互地摇带，也要互天摇带。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2章第26节，他是这样子形容，他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上帝咧讲，不管你以前拄着经过什么摇带，不管你人生内面拄着摇带，还是讲你拄着的地动，也够一摆。上帝说，不论你过去在生命当中遇见过什么样子的震动，什么样子的震撼，他还要再一次的震动。上帝也够一摆要摇带，不只是地，甚至天拢要摇带。上帝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伊写这本书的时阵，伊专门是要为着犹太人的基督徒。当因的信仰拄着大摇带的时阵，要帮助因。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的用意是要鼓励以色列人，就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遇到了震撼的时候，要怎么样子能够再受到激励。咱知影讲犹太教有一个足久长的传统。我们知道犹太教它有一个很长远的传统。基督教其实是对犹太教出生。基督教呢是从犹太教而来的。犹太教因一直抓着应允，就是讲上帝有一天要差派因的救赎者，就是弥赛亚来拯救因犹太族。犹太教徒他们所抓紧的应许是神还要再差派一个救赎者来到他们的当中，来拯救以色列族。在基督教内面，咱了解知影，相信讲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者。在基督教当中，我们的了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救赎主。不只是伊要救犹太人脱离因的苦难，嘛是要救全世界每一个人脱离罪的捆绑。这位救赎主，他不只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他还要拯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就在新约圣经迄段时间，就在犹太人因无办法接受。在新约圣经当中，当时的很多犹太人无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但是嘛是有侪犹太人一接受成做基督徒。但是也有很多的犹太人因此就信了基督。但是因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基督徒，但是因继续留着因犹太教的传统。但这些犹太人虽然他们成为了基督徒，他们还是紧紧抓住犹太的传统。特别在新约圣经内面，保罗有一届甲一届，拢是甲犹太人的基督徒咧甲因解释讲，这个传统的割礼甲传统因食的米的清洁到底在基督教内面敢有这个需要？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使徒保罗也跟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有对话无论是在行割礼，无论是在可以吃的食物上面，他们都常常对他们有很多的教导。希伯来书内面第1章到第11章，咱知影讲犹太教有一个足久长的传统。我们知道犹太教它有一个很长远的传统。基督教其实是对犹太教出生。基督教呢是从犹太教而来的。犹太教因一直抓着应允，就是讲上帝有一天要差派因的救赎者，就是弥赛亚来拯救因犹太族。犹太教徒他们所抓紧的应许是神还要再差派一个救赎者来到他们的当中，来拯救以色列族。在基督教内面，咱了解知影，相信讲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者。在基督教当中，我们的了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救赎主。
不只是要救犹太人脱离因的苦难，嘛是要救全世界每一个人脱离罪的捆绑。这位救赎主，他不只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他还要拯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就在新约圣经迄段时间，就在犹太人因无办法接受。在新约圣经当中，当时的很多犹太人无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但是嘛是有这犹太人一接受成做基督徒。但是也有很多的犹太人因此就信了基督。但是因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基督徒，但是因继续留着因犹太教的传统。但这些犹太人虽然他们成为了基督徒，他们还是紧紧抓住犹太的传统。特别伫新约圣经内面，保罗有一届甲一届，拢是甲犹太人的基督徒咧甲因解释讲，即个传统的割礼甲传统因食的米的清洁到底伫基督教内面敢有即个需要？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使徒保罗也跟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有对话，无论是在行割礼，无论是在可以吃的食物上面，他们都常常对他们有很多的教导。希伯来书内面第1章到第11章中间嘛是有一届这个作者有解释对这个犹太人的传统要安怎来转换成做一个真正用靠信心的基督徒。在希伯来书第1章到第11章当中，也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教导就是要帮助这些犹太人如何从他们犹太教的传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在12章的时阵，作者开始来想要拍开犹太人对因对上帝所看见、所了解是什么上帝。但是在第12章的时候呢，这时候作者就来挑战这些犹太人，让他们特别再一次来看清楚，所以他们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上帝。第18节的时阵作者以安尼描写讲，当恁所教的，毋是为摸会着有火焰的山。第18节这样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恁所教的毋是一个密云黑暗大风的山。你们所来到的山不是一个密云黑暗暴风的山。恁所教的毋是一个山内面有声音这个声音出声的时阵，每一个人拢讲莫阁讲啊，莫阁讲啊。你们所来到的这座山呢，不是一个从这个山中会传出来的声音叫那样子的声音叫人会觉得不要再说了。这个作者伊了解，其实伊是咧讲犹太人、以色列人因所了解的西奈山因的经验。所以作者在这里他是提起，就是犹太人当时对锡安山的西乃山的那种印象。当因伫西奈山的时阵，摩西带因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当在西乃山的时候，摩西那时候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甲上帝有立一个约。他们跟上帝立了一个约，就是10条诫，就是那10诫。但是这个立约的过程的中间因来到西奈山。但在立约的过程这群犹太人来到了西乃山下。但是这个山因所看见的是这个火焰，所看见的是黑暗甲大声。但他们当时所看见的是一个火焰密云的一个山。上帝有警告因讲，无一个人会使挖靠这个山。上帝警告了这些以色列人，不可以接近这座山。甚至动物走兽，因也是挖这个山的时阵，拢会有点死。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每一个以色列人拢足惊吓。每一位以色列人，他们都很惊恐。到一个摩西也会使就近上帝。唯有摩西可以亲近上帝。但是摩西一看见这个山，这个景象的时阵，伊嘛是惊甲尿喘。但摩西当他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是恐惧战惊。
希伯来书的作者，伊了解以色列人因对伊的历史内面因所了解的上帝是啥物？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了解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认知。作者讲，恁唔是来到这种款的上帝。作者这样说：你不是来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第22节的时阵，作者讲，独恁所教的，就是顺山真话上帝的城，天顶的耶路撒冷。作者在22节这样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顺山，伊表示这个顺山其实就是这个锡安山哦，锡安山。作者在这边描写的山就是锡安山。这嘛是咱今年教会有一个主题，就是咱三甲来行锡安山。教会今年的主题也是来吧，我们一起上锡安山。作者一开始描写讲，伫个这个锡安山上帝的城内面，因会使看到什么？作者继续描写在这个锡安山上，可以看到什么？因会看到万万的天使。他们会看到千万的天使。不只是天使的天军咱了解讲，耶和华上帝是万军的耶和华。不只是天使天军，我们了解耶和华是万军的耶和华。有当时咱安尼讲真习惯的时阵，袂记讲万军的耶和华，因真正有万军围着伫伊中间。当我们在说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他确实是一个有万军围绕他的上帝。伊有权柄，伊有尊严。他有权柄荣光。伊是一个战胜的主。他是一个战胜的主。万军的耶和华，伊围绕万万的天使。万军的耶和华被天使围绕。伊还佫有记载讲，伫个这有一个有名记伫个天内的大囝的智慧甲光辉。这时候作者也形容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不只是天使天军围伫这个耶和华这中间嘛是有每一个信徒。不只是天使天军围绕耶和华上帝，还有许多的信徒。这个伊描写讲有一因的名有记伫有一个簿形容这些有被名字有被记录在这个本子里面的人。这个簿嘛是一个活命的册。这是一个生命册。每一个信徒名记载伫这个簿内面的时阵，拢会使甲上帝三甲做伙。每一位信徒，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他们都是可以与神亲近的。内面嘛，我们要说讲，伊这中间上帝是一个审判众人的上帝。在这当中，作者也形容这是一位审判众人的上帝。咱看见讲，安尼，所每一个人拢拍败伫耶和华。我们所看见就是每一个人都匍匐敬拜。因拍败伫耶和华面头前接受上帝的审判。他们匍匐在万军耶和华前面接受审判。无一个人会使无一个人会使闪避这个审判。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躲避这个审判。甚至无一个人靠因家己会使经过审判，互上帝正做义。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经过这样子的审判，然后成为义。但是咱对每一个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正做咱的救赎主的时阵，但是当每一位基督徒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赎主的时候，咱有一个中保的耶稣。我们有一个中保的耶稣。咱个中保的耶稣就是一个新约的中保。中保耶稣是一个新约的中保耶稣。伊代表讲，当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所流的血的时阵，正做咱的救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成为了我们的救赎。不是咱会使靠家己所做的，完全是靠耶稣基督。并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完全是靠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敢若看见讲耶稣伊的手安尼搭伫咱的这个肩膀。
似乎是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的将他的手围抱我们的肩头。伊亲自甲上帝讲，这个人是 OK。他亲自的来为我们跟上帝说，我们是可称义的。耶稣讲，我保证这个人是 OK。耶稣自己来担保我们是可称义的。哦，兄弟姊妹，若是真正有耶稣伫最后末日的时阵，审判的上帝面头前，咱若是有耶稣安尼为伫咱的身躯讲，你是 OK 的时阵，哦，这是真喜乐的代志。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美、何等喜乐的事！如果当你面对审判的那一天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的保抱你，在上帝的面前称你为义。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耶稣伊所流的血，伊这个血是比阿伯较好。作者继续这样描写说，耶稣所洒的血是比亚伯所流的血更美。阿伯是一个义人，伊互伊的兄弟刣。亚伯他是一个义人，他被他自己的弟兄杀害。伊互兄弟刣死，伊所流的血伫地内面嗷叫伊这个声互上帝听到。他被杀害之后呢，他的血流了满地。那这个血他有深渊的哭嚎。这个声是一个嗷叫深渊的声要嗷叫上帝来主持一个公义。这样子的血所哭嚎出来的是要伸冤，是要求公义。耶稣嘛是一个义人，互伊的同胞刣死。耶稣他自己也是一个义人，那他也被他的人，他同族的人杀害。但是伊伫是这个流的血，唔是一个嗷叫冤枉的血，伊流的血是一个救赎的血。但是他所流的宝血不是一个深渊的血，而是一个救赎的血。伊出的声是讲上帝原谅因，因为因唔知影因在做什么。他所发出的声音是。上帝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行的是什么。耶稣出的声，真做咱的拯救。耶稣基督所发出的声音，成为我们的拯救。伊流的血，真做咱的拯救。他所流的血，成为我们的拯救。有当时我在想讲，为什么上帝一届搁一届互人经过摇错？有时候我在思考，上帝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经历震动？我想，上帝互人经过摇错，因为是要互无办法摇错的物件继续伫地。我想，上帝不断的摇动，是为了要让那些不至于受到震动的可以长存。这个被摇错，伫这个圣经内面记载，就是咱上帝互咱应允内面伊的国。这个所谓的不震动，不被震动的，就是上帝的国，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就是新的耶路撒冷，上帝的城，上帝的城，咱的信仰这个终点，我们的信仰的终点。兄弟姊妹这个真正是被摇出来一个应允。这是一个不被震动、不受动摇的一个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嘛是提醒基督徒讲，因为咱有这种的应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是用这样子的应许，咱就要用一个感谢甲欢喜的心来提醒基督徒。那我们要用一个感恩的喜乐的心，敬畏阿罗耶和华，敬畏赞美耶和华。因为咱所得到的是袂摇出来的。因为我们所承受的国是一个不受震动的国。阿门。阿门。咱用2分钟的时间，邀请大家把手开开，思考你今仔所领受的话。让我们现在用2分钟的时间来思考你今天所领受的信息。